直條直含，即是含即個最末路過啊！啊，最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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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冇？我邊個？切線嚟啊，長一個切線嚟啊，最末。Tower。這個學期我都袂曉啦吼。最末 Tower 咱長一個切大啊，最末啊。嚇？知冇？最末水啊水貓啊。嗯？啊了，印尼話紅毛尾叫做地解水。Tower BATH 啊，不呀。TOWER 啊，哦，即係長翼部啊。長翼部啊，毛啊，咱個搭個毛啊。你嘛叫做麼啊？長翼部叫做麼啊？毛巾啊。誒，就是哦。毛巾啊。哇，你個好奇怪啊！長翼部叫做麼啊？當然就毛巾啊。人是打青麼是青沙龍啊，人麼就是沙龍啊，人這個個麼是沙龍青麼啦。哦，即係呀。就是打古早個人青麼啊，青麼唔是青翼部咧，是青沙龍啊。啊，沙龍嘛有得去做翼部攞用啦，是打是嘛有得去青啊。有得個蝦油啊，蝦麼啊，這些咯。